好来继续来看这个台北捷运，最近3年成本是增加真多，尤其是电价起价幅度高达75%，加上人事的成本增加21亿，所以台北捷运是不是要来调起着票价？台北市长蒋万安有上新的回应。 希望中央包含经济部在内，对于大众运输工具，特别捷运公司所经营的捷运，台北市每日载客量最高都来到200万人次，应该要做一个评估跟考量，给予优惠专案，我想才能够减轻营运的负担，同时也持续带给市民朋友便利舒适的交通工具。 蒋万安来话话，中央应该予台北市优待的方案，讲台北捷运一定会做一个整体的考量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